标题还可以加贴图啊，可以接。表情符号，这么多种表情符号。表情符号怎么用啊？
黑不上去，网络的问题。没有办法贴上去，没有办法打字哎，真是障碍不容易花很多时间呢。不容易上传我影片的时候，就会花很多时间。影片越长，时间越多，要花的时间就越多。